这个东西呆得很，太呆了。哎呀！哎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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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有人。哎呦我的妈！没料招他了，没料招他了。再见我的过去啊，我的再见我的眼泪，再见我的队友。哎呦我的妈！哎呀，走开，我来！真的是。你别笑。有人。把那苗撇给我。啥？把那苗撇给我。啊！哎呦我的妈！这瞎子，这瞎子，我咋撇的？哎呦我的妈！这年轻人，我操！哎呦我的妈！为何爱情它总是让我心痛？为何苍天它给我？哎呦我的妈！哎呦我的妈 ！No no no no！ 哎呦我的妈 ！No no no no！ One two three！ 打我干嘛？没有打。我说你是不是有病啊？你打我干嘛？我真的没有打呀。你别笑。一个人的房间，漆黑的夜晚，看着你的故事和你。打他！打他！啊！你怎么一个让你给我打电话呢？你一个让你给我打电话，他对他现在什么理由呢？啊！哎呦我的妈！这年轻人，我操！去哪里啊？我买菜去啊。哎呦我的妈！老王，今天是你的生日，只有没有车，不用烦，但是爱你心，老婆，祝你生日快乐，老婆。No no no no！ 哎呦我的妈！哎呦我的妈！这年轻人，我操！
有人。精神小伙。没有。哎呦我的妈！哎呦我的妈！就这个 feel 倍儿爽 ，feel 倍儿爽。正道的光。你别笑。这是战役吗？这年轻人，我靠！看我的！哎，我操！病啊！哎呦我的妈！哎呦我的妈！哎呦我的妈！我操！哦，今天的，哎呦我的妈！